有中共政法委背景的二党团伙暴力侵扰法轮功真相点的事件，延续至今超过半年。期间，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构陷诬告。一名被诬告刑事毁坏的台湾法轮功女学员，日前遭警方无理扒光衣服搜身。有人权界人士对事件表示震惊，指香港警方涉嫌违反守则、滥用权力，严重侵犯人权。台湾法轮功学员郭女士去年9月30日在落马洲的法轮功真相点，将衣服遮盖在真相展板上的非法横幅移开，结果遭听观会成员报警诬告，其后被警方拘捕，控以刑事毁坏，以500元保释。今年1月2日，郭女士第2次从台湾来港，到落马洲警署报到后，被警方押解到粉岭法院，2名女警命令她脱衣，声称要对她进行彻底检查，就叫我全部每件都衣服全部都脱光，而且那是在一个不是密闭式空间，就是有栅栏的，那是有人通过是可以被看见的。然后衣服全部外套全部都收光我仅有的那个眼镜。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莊耀光對事件表示震驚，他強調警察通例中對羈留搜查有嚴格的要求。咁個問題就係如果警方唔能夠講到佢係有乜嘢原因，點解要光身搜查嘅話呢？呢個當然呢就係一個好好嘅理由，就懷疑呢警方係濫權，同埋呢可以警察投訴課嗰度投訴。因為我哋個法理依據呢，就係基本法第28條呢，就係話禁止任意同埋非法搜查居民嘅身體嘅。郭女士日前在友人的陪同下，先後到投訴警察科和監警會投訴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